The One Thing Rule 呢一個簡約原則咧嘅靈感其實就嚟自一本書叫做 The One Thing， 作者咧就叫 Gary Keller， 佢就咧叫我哋問自己一個好緊要嘅問題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揾出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其他嘅事情咧變得唔再重要，因為呢一件事咧就好似一個骨牌效應，你完成咗佢之後咧，其他嘅事情咧都變得更加容易。我就記得嗰陣時咧，我係好想去儲錢，我要揾一件事去完成，我就決定咗去買一間屋。當時咧我自己有幾多錢，我可以買一間幾錢嘅屋咧，我完全都唔知。但係咧我就開始去周圍去睇樓，我就發現咧原來咧我只能夠咧負擔買一間大概200萬嘅村屋喎。當我決定咗去買呢間村屋嘅時候咧，我就開始諗辦法去儲首期啦，點樣去完成交易，點樣去借錢，點樣去裝修，點樣去租出。真係好似 Gary Keller 咁講，我揾出呢件最重要嘅事情之後呢，其他嘅事情呢都好似骨牌效應咁樣變得唔再重要，同埋可以好順利咁完成。所以呢，其中一個簡約嘅原則呢，就係我哋要揾一件最重要要完成嘅事，The One Thing Rule。